有一句话，我们要打败霍金预言。大家知道霍金是谁吗？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，刚刚上个月才过世。霍金，他是爱因斯坦以后的，有人说他是爱因斯坦第二。然后他讲，他2010年就讲，地球200年以内，200年以内，2010讲的哦，现在2018，现在192年了。他说，地球200年内会毁灭，人类如果要存活，要移民外太空。然后为什么会毁灭？霍金为什么做这样的预测？他讲，因为人类贪婪，就2个字。因为人类的贪婪会造成地球的毁灭。好，我们大家推动有机农业，然后接下来会推动更多的绿色的，绿交通、绿制成，各方面都是绿的考虑，绿的生活。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让霍金的预言不会实现。我们养山人家基金的小小的一个目的，虽然我们人力有限，但是我们就是要打败霍金预言。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，友善地球，让大家人类永续发展，打败霍金预言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院长长期在陪伴大家。